报道学台语，甲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2集。第6条，先知牙早，先囝不好，就是宠逆放纵小孩，容易忤逆不孝，让父母操心。下面4字，第2读做挺，挺性的挺，嘛会使读做挺，挺物的挺。第2字先，第3字先，嘛会使读做青，嘛会使读做生，嘛会使读做青。第4字成，嘛会使读做成。第7条，雄雄抬头看著月娘真诚光，突然抬头看到月亮很亮。下面4字，第1字读做举，选举的举。第2字读做举，举头的举。第3字读做举，用肩胛头举物件。第4字读做举，这是一种树仔。第8条，读甲mooh-leh烧，是比喻伤透脑筋。下面4字，第1字读做mooh，感冒的冒。第2字mooh，第3字木，木性的木。第4字木，木叶的木。第9条，真济高中生猶閣咧耍phia，许多高中生都还在玩弹橡皮筋。下面4字，第1字phia，偏僻的僻。第2字僻，第3字僻，第4字嘛是僻，僻咧个僻。第10条，你桌仔去tshit一下，你去把桌子擦一下。下面4字，第1字讀做tshit，第2字讀做tshit，第3字讀做tshit，第4字讀做tshit。好，感謝各位。